就有恩典；伫起头有道，道甲上帝三甲伫地，道就是上帝。即个道伫起头甲上帝三甲伫地，万物对道来创造，既若受创造的，无一项毋是对伊来创造。活命伫伊的内面，即个活命是人的光，光照伫黑暗，黑暗无接纳伊。有真个光来入世间，得照万人。伊伫世间，世间对伊来创造，也世间毋捌伊。伊到家己的所在，也家己的人毋接纳伊。既然接纳伊的，就是信伊的人，伊就赏赐因有权成做上帝的囝儿。因毋是对血气，也毋是对肉体的意思，也毋是对人的意思生的，就是对上帝。